来继续来看台中出奇豪体发生着命案，37岁主嫌甲26岁被害者有毒品制物的纠纷，都甲被害人约到伊所租的出奇豪体谈判敲制物，结果敲袂好势，主嫌抓甲3个共党的，其中一个个也被承认哦，共拍、共修理、共零治，搁共强管2级的毒品，共掠起来关2工。尾也是因为有烧塑胶的臭味互检举，原警到场发现被害人已经死亡，主嫌甲共党的涉嫌杀人，互收押禁见。黑吃黑吗？涉嫌甲26岁酷刑查甫人拘禁48点钟虐待拍死的老姓主嫌，甲3个共犯，分别是37岁老姓嫌犯、19岁赵姓嫌犯。3个人头日日赶紧上警察车。另外一个嫌犯是未成年，无公布资料。检察官讯问了后，认定3个人涉犯杀人罪，申请羁押。法官嘛认为，因有串通逃亡的疑虑，20号半暝4点裁定羁押。若涉案的少年囡仔是由法定代理人来负责。被害人拘禁于案发处所。期间以铝制球棒、电击棒等器物施予殴打、凌虐，导致被害人伤重不治死亡。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以强暴方法使人施用毒品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。检警调查，老姓主嫌有毒品的前科，甲酷刑被害人有毒品甲制物纠纷。老姓主嫌19号约被害人到伊租的好野人厝内底谈判，讨销未成，就甲3个共犯甲被害人苦毒虐待。拘禁48点钟了后，因为厝内有烧塑胶的味，互人检举，警方到场才发现被害人倒伫涂骹，规身躯拢是伤，明显死亡。根据了解，酷刑被害人是新北人，伊的阿公甲老爸伫咧侪年前嘛拢过往，即马伊嘛拄着不幸，一家3代拢过身，互故乡的人是真着惊。若伊的亲生老母嘛已经到台中来处理，伊到底是欠偌济钱，就要安尼互人苦毒虐待，敢有互人绑起来录影互无后的踪囝人？检警该会追查清楚，这件杀人的刑案嘛会交予国民法官来审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